大家平安。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虽然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但是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主的圣殿来祷告。这是何等宝贵的时光。我们特别感谢这段疫情时间，谢牧师一直带领着我们持续不断的献上我们的祷告跟敬拜。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好的牧者，成为我们的帮助。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在祷告会当中与神相遇。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够我们用。呼唤心意其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呼唤心意其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抚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呼唤心意其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抚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是的，主耶稣，你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抚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手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来到主的圣殿，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为你的生命在神的面前献上感谢。我的妈妈说，若不是因为她信了主，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所以我都觉得我这一生都是赚来的，多余的。感谢神。那我们为你生命的每一个关卡，每一个机会，还每一个抉择来感谢神，因为神是赐给人机会的神。当你在选择的时候，就是你的人生。当你选择的时候，神就在你选择之后转弯的地方等候着你，你要有平安。第三，
要为你生命中上帝为你预备的每一位兄姐献上感谢。这些兄姐成你生命当中的祝福，特别我们有小组的弟兄姐妹，小组的弟兄姐妹是何等的美好，特别是我们的小组长。在这疫情当中，我发现我们每个小组长真的献上他们的生命，在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你生病的时候，当你欢乐的时候，当你哀伤的时候，小组长和弟兄姐妹都一起陪伴着你，这是何等奇妙的事。首先我要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你开口为这些事情献上了感谢，为你的生命献上感谢。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要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谢谢你，要赞美你。我们生命是独一无二的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要赞美你。主耶稣，我们在每个生命光华当中，真的经历了你奇妙的恩典在我们里面。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在每个选择机会当中，你就与我们相遇。主耶稣，你的生命是我们的命定，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生命预备的每个弟兄姐妹。主，我们要献上满满的感谢。主，我们要谢谢你，要赞美你，因为是你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救主。主，我们献上我们感谢，我们要时时来称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一切的作为。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告诉我们，谢谢赞美，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不换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手。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再次宣告，主耶稣，你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手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传向我。是的，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得刚强。我们来看一段经节，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一段话是保罗所写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都曾经经历不同的低谷，当我们在低谷当中，是我们经历神的大爱、神的大能最深刻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的能力，你唯独只有仰望神，只有仰望神。但是在生命低谷当中，我们也有可能因为抓着苦难、抓着患难不放，我们生命就有苦毒。你会埋怨神，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子的患难？当你开始埋怨的时候，你就会自怜，我是很可怜的，你有苦毒。我们知道撒旦魔鬼来攻击我们基督徒最好的武器，就是让你自怜，就是让你苦毒。他会嘲笑你，上帝这么爱你的话，怎么会让你遇到这么大的患难呢？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去超越，但是我们要学习
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命。但是这件事是不容易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经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哥林多前后书4章7节。属神的百姓，神应许我们，在我们这个破旧的瓦器当中有一个宝贝，就是圣灵的能力。圣灵可以丰富，可以满足我们成功的人生，但是更可贵的是，这个能力在我们遇到人生创伤的旅途当中，让我们能够越得过去。当我们越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伟大的幸存者的机会，我们就有增加更多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有更多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些遇到的事情，它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得到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饶恕人不能饶恕的人。当我们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不能祷告的时候祷告。当我们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在不能赞美的时候，我们可以高声赞美。当我们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遇到了毁灭你的、出卖你的人，你可以越得过去。这个是神的回复力。在圣经当中，很多约瑟、大卫、保罗，他们的生命就是经历到这样的患难当中，得到一个神国的回复力。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的生命献上感谢，特别为你的患难献上感谢，不要埋怨，因为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要感谢主，感谢圣灵，让我们不仅可以超越这些患难，更借由这些患难来祝福别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在这部分求神使用我们自己的生命经历去祝福他人，为你生命中每一个低谷献上感谢。第二，不要被苦毒所捆绑，不中撒旦的伎俩。在患难当中，求主增加我们内在的能力，使一种不可被震动的神国回复力。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如果是你心中有苦毒的，你没有办法原谅神的，你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当你遇到你生命当中无可解释的患难的时候，求神来帮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求你的帮助，我们在人生低谷当中，主耶稣，你从我们帮助，从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谢谢，要赞美你，主啊，我们为我们生命的低谷献上感谢。唯独在这当中，主耶稣，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除去许多的苦难。主耶稣，我们谢谢，要赞美你，我们不再来拒绝这些患难。主耶稣，我们求你来断开这些苦难，断开这些自怜，断开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苦毒，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你要我们生命里面更多的力量。主耶稣，让我们知道这是不可震动的国。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要赞美你。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我们谢谢要赞美你，所以我们谢谢赞美你。所以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献上感谢，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世上，不是宇宙中的随机的产物。所以说我们是你所精心创造的杰作，是独一无二的杰作。所以说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你为我们预备的兄姐献上感谢，特别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小组长献上感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主你的荣光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主耶稣，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遇到人生低谷的时候，你用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能够突破，能够从神的眼光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命定。所以我们得到那个神国的回复力，是一个不可撼动的回复力，让我们能够有能力走那第二里路，让我们能够饶恕70个7次。所以说我们要谢谢要赞美，让我们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这样患难的时候，我们献上感谢，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我们得到力量了，
得到主耶稣得别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为众人的祝福。要谢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前几个礼拜，谢牧师有带这首诗歌，我在下面有极大的感动，求神透过这首诗歌来帮助我们来敬拜他，来亲近他。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你的心事使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必睁眼看，侧听祷告，你百姓是你所爱的。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已降临这地。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听祷告，这百姓在这里祈求。你的心事使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必睁眼看，侧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哈利路亚，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已降临这地，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已降临这地。这时候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
为你的生命，求神断开你生命一切的锁链，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内心的黑暗，让我们诚心认罪悔改。有时候我们自己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很 OK， 可是当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内心有极大的黑暗。求主耶稣赦免我们。第二，当求主赦罪、求主怜悯的时候，也求主设下极大的勇气和能力，让我们愿意面对我们自己的老我，来改变我们自己。第三，求主除去我们的自义跟骄傲，因为自义跟骄傲是拦阻主祝福最大的一个属灵的骄傲。求主耶稣再充满我们，洁净再洁净，为你自己生命来献上了祷告，求主断开我们一切的黑暗。主耶稣，我们谢谢，要赞美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求你来光照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求你来光照我们内心的黑暗。主，我们是如此的不堪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黑暗当中，求主来怜悯赦罪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是我们是得到你的怜悯跟赦罪的。所以让我们能够勇气愿意来改变我们自己，愿意来珍惜我们自己的心。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除去我们内心的骄傲跟自义。所以说我们知道这样的祝福管道是不能被充满。所以主耶稣，你的灵充满我们，再一次来充满我们。所以说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再来洁净我们。好的，感谢赞美主。邀请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来唱首诗歌，你的救恩，呼求主的恩典，呼求主的医治。哈利路亚。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你的心事使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必睁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主耶稣，求你医治，哈利路亚！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
必降临。主耶稣，请求吧。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将再次呼求主耶稣的医治和怜悯，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是的，我们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耶稣的怜悯、救恩、医治临到我们当中。黑暗笼罩在我们个人，黑暗笼罩在我们家庭，黑暗笼罩在我们教会的时候，代祷者你要起来兴起，你要起来赞美，撒旦的仇敌就要退去。第二，我们要求神医治能力运行在我们当中，特别我们最近弟兄姐妹，许多弟兄姐妹身体真的要仰望神、依赖神的医治。我们要呼求主耶稣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当中，这个时候就要运行在我们当中。第三，我们要求神坚固我们的软弱迫缺的心。当我们遇到疫情的时候，看到教会，我们有时候会软弱，会失望，但求主耶稣让我们坚固信心，向前奔跑。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医治我们。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要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你能力就充满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能力医治就进入到我们当中。主耶稣，求你来帮助，特别我们弟兄姐妹当中需要医治的。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我们这时候医治就临到在我们每个弟兄需要当中。主耶稣，我们求你来呼求。主耶稣，你来怜悯我们，你来帮助我们。主要黑暗就除去在我们生命当中，黑暗就除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黑暗就除去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主耶稣，我们要兴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要谢谢，要赞美你。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主耶稣，你要赐给我们一个坚固软弱的心。谢谢你，要赞美你，坚固我们心，从头领受意向，向前奔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医治我们，坚固我们。感谢，奉耶稣名求，阿们。主耶稣爱我们的教会，他要充满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天天为我们教会来祷告，因为教会是神的心腹，神定义要复兴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充满在这里。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
是天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殿宇，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殿宇，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哈利路亚！
求主复兴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到富强教会，但是富强教会在过去45年当中，神行了许多的神奇奇事到我们当中。你有渴望神的作为再次作为在我们当中吗？求主复兴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只有求我们自己得到饱足丰盛而已，我们更渴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用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三，我们要求主耶稣赐下各样恩赐，让我们能够服侍这个世代，服侍这个破碎患难的世代，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间荣耀得胜的教会，迎接主的再来。我要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开口为我们的教会复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求你恩典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要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教会经历你奇妙的作为，经历你复兴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求你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来迎接主耶稣你的复兴。所以说我们求你赐下各样恩赐在我们，让我们的复兴，让我们的侍奉真的得到感谢赞美你。所以我们求你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更亲密的有在你面前谢谢和赞美，成为一间人得胜的教会。所以我们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来看两段经节，在一起结束13章4到5节，我们一起念：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堵绑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站在场上站立得住。以期结束22章30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们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挡堵，使我不灭绝这个国，却找不着一个。弟兄姐妹，神定义要复兴我们的教会，神在寻找一个人，在破口上堵住那个破口，寻找一个人来重修墙垣，就是你，就是我。神在寻找我们，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不要只看到教会一些我们就批评，是你要献上你自己，堵住那个破口。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你再一次在神的面前重新立志，为你自己献上摆上。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要赞美你，求你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那个复兴的，让我们在里面当中成为一个堵住破口的，一个重修墙垣的人。所以说你要帮助我们在这里面，主，我们要谢谢你，要赞美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得到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堵住破口的人，让我们的教会在每一个恩典当中来经历你奇妙的作为。我们要谢谢，要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真的在这里，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怀不停息，将光的你荣耀全都归于你。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里，愿你使用我们，愿你的恩典在这里，你的能力也在这里。主啊，让我们真的成为破口前面那一位被你所使用的。主啊，我们看见在疫情来的时候，全台湾甚至全世界许多的教会没有办法正常的聚会跟活动，但是主，你仍然差遣许许多多守望者，因为我们要为当下这个时代成为主的见证者，主的创造者，让我们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亲爱的主啊，让我们愿意被主所用，因为虽然我们是瓦器，
但是当宝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自怨自艾，不再自怜了，因为神要大能充满了我们，愿意做我们自己能力所不能做的事。主啊，无论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自己的工作事业，或是我们的健康，以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神啊，永远需要一位愿意摆上、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的每一位信心的英雄。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的祷告会，主你的大能、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重新出发，愿你为教会、为家庭、为自己摆上神所赐祝福的道路。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用热烈掌声感谢主，感谢魏鹏长老，还有同工，请坐，我们请坐，谢谢大家的服侍，谢谢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哈，我们最近这几天呢，都收到这个疫情归零了哈，没有感染。我们希望这个我们教会热闹的景象很快能够恢复起来哈。那不过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天要举行圣餐圣餐当然我们有开放说你在家里面也能够准备葡萄汁还有饼，但是还是到教会来领圣餐会更有感觉了哈。所以呢，期待我们2堂礼拜，我们最多99位哈，希望不会觉得很可惜还有人没到特别是这几天疫情都已经改善很多，那我们慢慢要为恢复全面的聚会来热身。那最需要的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那等一下也请同工呢能够帮忙把讲台做一点整理，我们准备要礼拜天来这个举行圣餐。当然如果说你当天有孩子在家，或是你不能来也可以在家一起守圣餐，或是到楼下给我们的同工来拿那个2合1的就很方便，不用再自己准备好我们教会最近重大的事工就是我们要准备选举新的长职明年的长职。那我们在期待会不会说我们24号那一天我们政府已经开放说所有人都可以进来，我们就不用那么麻烦要一个延续性的一个投票。那我们会在10月3号来报告大家那个正式的流程了期待这个选举能够很顺利来完成，我们事工能够顺利来推动那另外呢，我们今年呢，因为怕疫情没有办法完全明朗，所以我们会请各小组各位单位呢，我们开始筹划，你们自己私下有什么创意，有什么在疫情的威胁下，我们能够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们所谓的那个感恩节的一个福音茶会。那再来就是我们有那个圣诞节，也是因为没有办法大会众的聚会嘛，所以我们也各小组各单位或是各牧区举办个别的一个圣诞的庆祝。当然尽量抓住那个福音的行动无论什么聚会，觉得能够多传一个人把福音传扬，那是最好的那期待呢我们这2个年底重大的事工能够很顺利的来推动那我们今天呢特别欢迎我们在礼拜天有介绍过，就是我们从香港来的沈承启弟兄全家还有淑芳姐，还有女儿安婷，站起来给我们认识一下，拍手他们从香港来谢谢，欢迎你们希望这里成为你们第2个家大家都很热情了欢迎你们来好，今天呢有的小组已经恢复实体的聚会了，等一下我们个别的场地都能够很好的使用了当然如果有的还在网络的聚会，我们希望能够很顺利，特别是我们礼拜天我们也期待说我们每一个人参与的当中，看见神的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好，我们给每一位隔壁的弟兄姐妹说，愿你恩典满满，好不好？谢谢。好愿你的恩典满满。我们开始有实体聚会的，我们就开始了好，那有同工来帮忙把这个圣餐桌